大家好，思考了很久，我还是决定呢，那个窗户呢用贴纸贴上。之前呢是想着挂一些窗帘，但是看了一下那个价格啊，挂窗帘呢又挺贵的，索性买个贴纸，花了8、9块钱吧。屋里呢也没有凳子，去实体店看了一下，那个凳子呢也挺贵，一个凳子啊要10几块钱。在网上买吧，又还等好几天，所以呢，今天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把我的桌子收拾一下，站一下，应该也能凑合用吧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像迷，無奈你我各有角色範圍，就算在寂寞夢內超出好友關係，為在暗內愛你暗裏像迷，無謂要你惹訴各種問題，共我告別吧，別讓空虛使我越軌。我又吻過你，這不傾聽沒存在。人聲這聲開始消和滯，無聲掙扎有個是感到底。是我多麼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敢望將他為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像迷，無奈你我各有角色範圍。就算在靜夢夢內超出好友關係，為在暗內愛你暗裏像迷，無謂要你惹訴各種問題，共我告別吧，別讓空虛使我越軌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像迷，無奈你我各有角色範圍。貼好了，貼好了。上半个貼反了，现在开始色差了。这一块的应该不用贴吧？外面呢是这个样子的，还有点阳台，就这样。外面的把这个门关上，应该外面看不见吧？这就是我在深圳租的房子，600块1个月。贴上这个玻璃贴，有满满的安全感。